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174例本土，死亡26例，但市长提醒，确诊人数虽然有减少，但是也未到会当放零警戒看站。洪城讲，包括台大病院、几落间病院无老实通报确诊人数，指挥中心表示，关于内部确诊有固定的通报流程，未有隐瞒情形。有记者连假拄到疫情，高速公路的管制变较严格，为了小偷就包的车顶，下晡4点开始就交流道的管制改成去一般连假方式。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今日是增加174例本土病例，这个数字看起来虽然有较少，不过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也未到会当放零防疫警戒看站。另外，今日的死亡病例也是有26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37个人判别过世。国内新冠疫情继续拖，搁再新增加174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81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62例，桃园市16例，基隆市7例，彰化县4例，新竹县2例，台中市甲花莲县各1例。另外也新增加26例死亡的个案，其中新北新增加确诊人数降到2位数，是3级警戒以来新增加个案头一摆落到200例以下。整体看起来，这疫情的趋势哈，案例确实哈渐渐在减少哈，那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不过还是要提醒哈，并没有到这种可以放松的时候。二顶礼拜是暗头高端疫苗公布第2期临床试验解盲结果，不过高端疫苗每一剂爱超过800块，甲 AZ 一剂110块来比较，莫德纳416块 ，BNT 540块来比较，外加这期这个计数伤贵，也对国产疫苗的保护力、国际认证有疑问。对此，指挥中心解释，国产疫苗的计数比世界4大疫苗较贵，主要原因是在这个研发技术的无同。目前比较多的是比较多的疫苗，就包括 mRNA 疫苗的部分，或是这个病毒载体的这个疫苗。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国产疫苗是属于次蛋白的一个疫苗，那所以每个疫苗它其实开发的技术的基础不同啊。那所以它的成本当然计价也会不一样，再加上这些国际的疫苗，他们都有大量生产哦，所以这的确是会有价差上的问题。对着国产疫苗保护力10月4日对着国内民众注射 AZ 疫苗了后的中和抗体来进行检测，伊甲国产的疫苗做比对，一旦证明国产保护力未比 AZ 较歹，才通过这个紧急授权的使用。立法团上海复兴在股东大会表示，台湾无论官方也是民间采买 BNT 疫苗，拢必须经由上海复兴来代理。指挥官陈时中讲，会尊重因有代理权，也希望代理权袂影响到咱买疫苗。记者陈华报道。台北市立的联合病院阁有新的确诊病例，是一个伫咧妇产科住院的病人甲伊的翁婿。这2个确诊病例 CT 值拢真低，代表真够喂互别人。而且病人的翁婿是症状无明显的确诊患者，若是防不到，就可能会愈传愈快。好在在甲因的接触者采检了后拢是阴性，目前2个人已经在治疗隔离当中。消毒人员穿着隔离衫，对着防护面罩一直伫消毒，因为台北市联合病院阁出现院内确诊个案。院方证实，在仁爱园区围着是妇产科病房的住院的患者甲伊的先生。患者在5月上旬住院进行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院内执行陪病者的采检，结果伊的先生确诊 CT 值是21，后来阁去采检这个住院的病人，结果也确诊 CT 值49。病人在6月3号的时候。因为发烧，可是因为之前呢，他是核酸检测阴性才入住的病人，所以我们就给退烧药。那因为病人的先生要去做快筛，结果快筛阳性，而且核酸检测也是阳性，把病人也再次做采检，那发现呢 PCR 阳性。院方表示，2名确诊的 CT 值拢真低，传染力强，而且陪病的人症状无明显。这款的健康传播者真正是恐怖。其中2名患者拢收伫住院中，而列出接触者甲可能的风险者进行采检了后拢是阴性，无医护人员去围着。推测甲院内疫苗注射率达到95%，而且有穿防护设备有关系。有一些人他反应可能不强，可是病毒一直在复制，他有可能是造成所谓的超级传播者，因为他自己没有症状，病毒量有点高，随便一咳嗽造成了
这个空气飞沫传染。医师认为，最近最近病院就小拢传出院内感染的病例，大家拢真紧张，而且无症状患者真会造成这个防疫破空。民众除了嘴暗爱挂好，定定洗手，较莫出门以外，建议政府应该公设快速检查站，来找出更加多无症状患者，才有法度互国内确诊数慢慢来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阵的疫情已经无亲像较早人数无介济遐尼好掌握，即马已经风声讲有小连锁几落间病院，好亲像看牌无老实通报确诊人数的情形，亲像台大病院就是去互指控的其中一间。面对外界猜疑，指挥中心就表示讲，病院内部的采检拢有完整的通报流程，应该袂有隐瞒情形。说担心医院是不是会有隐匿，或者是说明明是来自于照顾确诊者，可是其实医院却有点想要轻描淡写的处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烧，未少医疗因素拢发生医护人员也是并发确诊事件。像台大病院最近传出有外籍看护确诊，也鼓励真侪人隔离采检。伫社区平台一度有医护压料，讲台大病院技术看白温力，引起员工烦恼。希望医院可以公布，或者是说向员工做一个说明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还有就是，不管今天病毒是来自于陪病家属或者是确诊病患，最大程度的清消，还有人员的匡列和隔离和裁剪，确保说医疗人员有没有也生病。工会希望院方会当甲员工清楚说明，才会当降低疑虑。若讲医护人员因为照顾病人煞话着，希望会当向人力实际在指挥中心做出说明。红点名的测试是台大急诊后送病房。5月20日，因为例行性采检验出一位护理师甲7位患者确诊，这个案可能范围大。总共有4位护理师以及1位的清洁人员有确诊，那其他的话就是有病患、陪病者或看护也有确诊，因为都会例行采检，遇到这个确诊的时候，也都会按照相关的 SOP 来进行接触匡列跟采检，那这个资料都会进到我们卫生体系来。指挥中心也强调，台大甲台北联医伫双北疫情扩散了后，第一时间承受上侪患者，所以伫无同部门出现确诊个案并无意外，可能是社区感染致使院内确诊。也毋过病院只要有确诊，拢会通报卫生局甲指挥中心等单位，所以无稳定情形，也请外界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送予咱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已经先发66万剂予地方政府。新北市摕到8.3万剂，高雄市8万剂，数量是排第一。台北市今日就开放予8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文，艋舺一捆头就随订了了。也若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今日视察长照机构，要拼伫咧1礼拜内，予34000名长照机构的民众完成注射。日本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中央头一批分66万剂予各地方政府、长照机构列入优先注的对象。新北市陆续进行，新北市长侯友宜拜日透早就去视察，按算1礼拜内底完成长照机构34000个人的注疫苗。我们派出了200组的机动队进到这个长照机构里面，让长照机构的市民能够快速的施打完毕。我们大约会估1个礼拜，把3.4万的长照机构的住民把它施打完毕。高烦恼长照机构内底老大人出外有风险，毋但是新北市、台北市嘛出动注疫苗机动队。头一站先到浩然敬乐院，市长关特关心疫苗注的进度。我们在16号之前会打完，应该是42家迄个就是中小型的机构挂这啦，42间会打掉2500支。这只要16号以前。可以拼就赶快拼。85岁以上的民众15优先先注，台北市13早起8点开放网络注文，到1点钟的时间，疫情上严重的艋舺随各注文满额。中正区、台东区、和文山区的注文嘛已经有满9成。新北市嘛，请里长通知85岁以上的里民，分批分流，各分时段来注。台北市卫生局大概会每一家诊所发5瓶到10瓶的 AZ 疫苗，预计可以接种50到100位老年的民众。
为着厘清外界对这批疫苗分配数量记录，指挥中心公布计算的基础，包括第1到第3类，各有长照机构也未注疫苗的人的6成，各有75岁以上的人数的27%，也各有全部的洗药剂的患者。6都内底配上剂是新北市83000剂，高雄市第2有8万剂，台北市甲台中各有7万剂，桃园甲台南各有56000剂。记者郭灿刘志嘉综合报道。今年的5月节连假拄好拄着疫情，对各大景点看起来游客确实减真多，一寡景点的店家规气都无要开门营业。另外，为着减少民众回乡的意愿，今年高速公路的管制嘛搁较严格。伊搁对今仔日的下晡开始会有900个车阵，所以对下晡4点开始就高流道的管制会改转去一般连假时的方式，照各路段的情形调整就高速公路青红灯的时间长度。海边拢无人，水上的娱乐设施也拢封起来。以往每一摆到5日节连假，人拢去的垦丁画面，今年拢完全看无。垦丁街路上只有1、2间开店，当地人拢讲毋捌看过这种的情形。营业额都是0，天天都0，天天都是鸭蛋。这次的端午连假，订房率非常的低，几乎每天都是个位数。这是20几年来从来没有的一个现象。垦丁拢无啥人，小琉球干那村离岛的民众出入，来到彰化是相款的情形。鹿港天后宫周边以往拄着连假拢是人，这摆连假当无人客，大家规气甲铁门救落来，休困来做生意咯。1个月啊，一整个月都没有收入，对啊，也没有游客啊，我们店家做生意也只能做外带，所以生意非常的凄惨。另外，伫运输的部分，交通部统计，双天甲国道客运每一个车厢承载率控制在2成以下。台北往中南部的车次甲往年比较减少6成5。因应礼拜4起国道全线交通量比拜六减少3成，而且有个用路人陆续转来，10多管控也做出调整。16点开始我们所实施的严格匝道移控，调整为连续假日的匝道移控，是各个主线的拥塞情形，还有平面的这个车流来做一个所谓精进式的一个匝道的移控。礼拜下晡4点开始，国道调整是连续假日10道移控，应看个别路段塞车情形来实施。也毋过连假也有一天，交通部强调，这摆5日节连假全国陆路交通的疏运，也是以防疫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新北市增加81例，总算确诊人数是降到双位数啊。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强调讲，干那过一天降落来是袂当伤过欢喜，呼吁民众都要赶紧去体检，甲社区内底无症状甲轻症的患者赶紧找出来。另外，侯友宜嘛证实，进前捌和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请总统都要管理伊的部署，做伙团结拼防疫。今天看到新增本土病例81个，大家不要开心，这只是一天。13总算阁看到新北市的本土确诊病例数降到2位数81例，也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这只是一天的数字，观察疫情敢有顿好，爱看发展趋势。伊慎重的呼吁有疑虑的人都爱出来快筛。太多的无症状以及轻症，你家己看袂出来的人，伫咱的周遭，这些的比例远超过我们现在每天的确诊个案好几倍。你越出来快筛，你也较早好、较早治疗，不要等到发病的时候才出来筛，那时间有时候就慢了。防止疫情，中央电讯拢发声，5日节连假爱大家莫散动。新北市也观察辖区、风景区的人流甲车流，关掉公有停车场，亲像有生效，也强调随时监控。若有人车组织，一定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范。也毋过看到市区的车流量增加16.8%，也有百货公司出现较侪人，引起侯友宜的愤怒。伊认为目前并无看到解封3级警戒的条件，同时也证实目甲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紧的疫苗入来卖掉了，结果呢，引来恶意的批评、抹黑、谩骂。所以当时我就善意的提醒总统：国难当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刻，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病毒。请总统约束底下的人。
因为防疫保守问题，拿着攻防无断，校友谊就此表达上讨厌政治吹烂，对防疫完全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虽然台北疫情有较稳定，不过病例是分散伫咧侪行政区，所以台北市长郭文德就表示，未来一个月会以确诊者做中心，加强接触者的体检，甲有病毒的所在，一个一个拢甲因消灭掉。因若是做疫苗的规划，即马开始会发通知单，予要袂伫咧网络顶登记的老大人。所以即马嘛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住伫台北，但是户籍无伫咧台北的长辈，嘛是共款会当伫咧里办公室甲区公所来登记。台北市6月13号新增加确诊病例62人。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最近台北疫情有较稳定，部分散伫每一个行政区，未来一个月会来针对甲确诊者有来接触的人加强快筛。整个台北市的抗疫行动，你知道，开始转入以确诊者为中心的热点消灭战了。这个有一点花人力了那也不是就一个一个这样把它清掉。所以大概是未来1个月我们在防疫上面最重要的工作。另外，13号透早开始，85岁以上的长者会当透过网络来预约注疫苗的时间。到下晡3点为止，已经有26591人来登记，还有2万多人的名额会当来登记注疫苗。郭文德讲啊，其中袂少人的 IP 上网位置伫海外，有可能是带着国外的亲属来代为登记。另外，未预约的长者，每一个里办公室嘛来发通知单，户口无伫台北的长者嘛会当向里办公室还是区公所来登记。所以可以数位登记的就用数位登记，不行的。我们会发通知单给你，在台北户籍不在台北市，这次甚至还可以在里长那里登录我们再统计。台北市南门市长传出摊商来确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南门市场主题会会长讲啊，最近开始有摊商这几天无来营业，不过敢有确诊的卫生局今摆无资讯，嘛有可能是户口无伫台北，卫生局嘛进一步来做确认。不过在南门市场啊，原本伫5日7了后，都已经安排相关的清洁还有消毒作业。记者张志雄、社区文台北报道。AM 新闻为观众朋友整理今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日新增加174例本土病例，死亡人数26例。各县市的情形：新北有81例，占上界多；台北62例，桃园16例，嘉南有7例，彰化有4例，新竹县2个人，台中甲花莲拢有1个人。咱台湾目前已经有12921例，本土病例占其中的11713例，死亡人数总共有437个人。桃园今日是增加16例本土病例，包含龟山清洁队的2个人。这站清洁队的小话，计共已经有6个队员甲6个家属确诊。另外，外国媒体报道，一国公公司为了防疫，强迫家己细厝的外籍移工搬回去公司的宿舍，若无就要甲因记大告。桃园市政府初步了解，一国公司用鼓励的方式，即马目前也无移工去互记告。工作人员继续来进行消毒。桃园13新增加本土的确诊案例16例，5人是家庭互相烧话。另外有2例是龟山的清洁队，总计有6名的队员，也有6名家属来确诊。清洁队确诊以后，他家人我们把他居隔，那居隔期满前，我们再给他采检，那采检确诊，那这个就改成为隔离治疗哈。有关外国媒体报道，另外公公司为着防疫，强迫带伫个私人的租厝所在外籍移工搬转去公司的宿舍，若无去代购，引发技师甲上层的标准的争议。桃园市政府劳动局也去查核，初步了解，另外公是用鼓励做法，这种业务移工方法。那是记得申诉案件进行处理。搬家的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然后房间的宿舍的那个用电费都每个月去补贴500块。那后续我们会再观察，如果有相关的申诉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再一定的处理。针对着企业移工快速检查的个案计划，市长陈文灿表示，桃园境内9万多名的产业移工，即日已经快速检查9258位的外籍移工，无人确诊。虽然桃园县内也未发现移工稳状的传播链，不过因为按高标准来处理防疫。到今天为止，已经筛了9258位，9258。那有4位是快筛这个阳性，我们送检疫旅馆。不过最后 PCR 的检测都是阴性。
另外，对着老人疫苗注射，桃园市总共设置25个注射站，甲第一、第二、第三类人员来分流。第一阶段是先开放81岁以上，也习惯市民71岁以上的老大人，可由依照注射通知单进行疫苗的注射。另外，市府也提供计程车、甲护空巴士、轮椅这服务，同时注射站附近的开放路边免费来停车。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今日无增加新的病例，不过也有30个经验电子快筛阴性转阳性的确诊个案，也未编号，所以也未算入去。也若是台中是增加一例，台中成功3月确诊专柜小姐接触者，目前体检拢是阴性的。也若是彰化迄边，今日是增加4例。苗栗县府公布13无新增加的确诊，原来确诊人数维持在444人，其中的362例是外籍的移工。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希望这些产业链不要变成了病毒的一个传染链，暂时性的停止外出的积极措施，显然已发挥了成效。23礼拜，检验电数位在苗栗造桥的移工宿舍，也对上千名移工 PCR 检测，这已经是第3摆。因为移工宿舍虽然检测人数不过第2摆快速检查也是有30人阴转阳 ，PCR 检测是阳性确诊，不过也未摕到暗号，也未列入统计。另外，伫台中是新增加1例是大安互相熟的案件接触的朋友。那这个12899呢，是前天我们宣布在这个大安有一个事业负责人比较紧密的连续关系的友人哈。离新光3外专柜小姐确诊，总计5个人去画到。台中市府到13总计快速检查1009人，即阵拢是阴性。另外，伫彰化是新增加4例确诊，除了麻雀传播链新增加1例，是伫隔离期间发病。另外3例的感染源也佫唔知影。一个是医院群聚一个是出院的个案居家隔离当中发病，一个是他的家属的接触者采检也确诊了。那另外又出现一个新的医院感染的个案是专责病房的护理师。叶干平表示，2例在隔离中发病，疫情也伫掌控中。新增加1例是专职病房的护理师，即阵无证据显示是伊来感染，不过也新增加1例死亡的个案，是一个西药剂的70多岁女性。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摕到中央发的1万9000ton AZ 疫苗，按算对6月19开始，甲8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不过有一寡医护人员、甲防疫人员目前也未注到，所以今日早起卫生所提早安排这寡前线的工作人员赶紧来注射。嘉义县慢性病防治所13早时就开始有人等要注有风射。嘉义县摕到中央分配1万9000ton的疫苗。第15即日特别8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进前，先来替第1类到第5类也未注的人来注射。第一线的远警同仁站在高风险的一个协助执行防疫的一个勤务。那我们特地也配合卫生局的一个通知，那今天在安排在假日期间通知说我们的同仁来卫生相关的一个指定处所来施打疫苗。县政府表示，伫最上向的确诊案例中，若有确诊者唔配合医疗，甚至佫有带伫咧防疫旅馆的隔离者逃走出去的代志。虽然拢有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开发，但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甲警方工作确实有真悬的风险。全国的警察染疫的，那被确诊的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或者是因为跟确诊者接触而被隔离的，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整个防疫的这个第一线我们应该先保护起来，那未来整个防疫的工作才能够顺利推动。卫生局指出，10月开始就要替85岁以上的时段来注射，卫生所会开始通知，如果交通也是行动无方便的人，卫生所嘛配合村里长到厝来替时段注，尽量让有登记要注疫苗时段拢注会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伫咧无落雨的时阵，天气会较翕更较热，尤其是咧大台北、甲华东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
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